廉政專員胡英明過去半年親身走訪亞洲唔同國家，推動國際反貪實務工作。2024年10月，專員率團到訪哈薩克斯坦，出席中亞地區反貪會議，為區內反貪人員提供培訓。今年2月，專員再到訪中東兩個一帶一路國家，沙特阿拉伯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亦簽訂合作諒解備忘錄，推進國際反貪合作。今次專員馬不停蹄走訪東南亞3個東盟成員國文萊、新加坡同印尼，一齊睇下今次東南亞反貪之行嘅詳情。廉署代表團第一站嚟到文萊反貪局，同反貪局總監舉行雙邊會議，交流反貪工作。身兼國際反貪局聯合會主席嘅胡英明表示，文萊一直非常支持廉署同埋聯合會工作，期望未來有更多合作項目，包括邀請文萊反貪局參與即將喺泰國舉辦嘅區域性大型青年反貪培訓課程。專員之後轉到新加坡，到訪新加坡貪污調查局，與新任局長鄭中輝見面，探討多方面協作，包括調派執法人員到彼此機構進行實務工作，共同提升反貪能力。另外，專員亦到訪新加坡警察部隊，交流執法工作經驗，了解最新科技應用同埋調查培訓工作。代表團之後再到印尼雅加達，首次到訪印尼滅貪處交流經驗。印尼滅貪處係應屆東盟國家反腐敗機構聯盟嘅輪任主席。廉署透過今次會面，探討廉署、聯合會同埋東盟嘅未來合作方案。訪問三地期間，代表團先後拜會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東盟特命全權大使侯艷琪、駐文萊達魯薩蘭國特命全權大使肖建國、駐新加坡特命全權大使曹宗明，以及駐印度尼西亞特命全權大使黃老同，了解國家及東盟成員國嘅聯繫同埋合作。今次國際反貪最前線講到呢度，再見。